今日咧分享一個 topic咧，可能你會感受到有興趣，或者可能你都唔知，你睇完呢個 topic 之後發現，真係需要去探討一下呢個狀態。今日呢個 topic 咧就叫做修練，其實個性愛質素會唔會提高㗎？同時間就係、如果你對呢一個嘅性愛咧係有抗拒，而你冇做一段時間，又或者係你被逼冇講出嚟，或者你為咗一個關係嘅維繫，你冇講出嚟就繼續做唔開心咁樣，又或者係你話你好 enjoy 做性愛嘅喎，咁你可唔可以再加大少少嘅可能性，會令到自己更 enjoy 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好享受嘅一個旅程嚟嘅咁樣啊，等等呢啲關於修練同性愛嘅關係咧，今日可以去解答大家嘅。咁咧最近啦，就我哋有一個課堂叫天喜啦，咁天喜裏邊咧有啲同修咧，佢哋咧就係整極有時候咧都親密關係都未能夠和諧，或者係未能夠達到大家互相去愛嘅狀態啦，都會有啲情緒啦咁樣。解讀呢個個案嘅時候咧，發現咧原來一直調下調咧，調唔同嘅狀況咧，都未能夠調到佢女性對呢個男性嘅 partner 嘅 judgment， 亦都未能夠享受大家互相嘅愛情嘅滋養。咁究竟發生咩事咧？一睇咧就發現係原來佢哋嘅性愛唔協調啊！咁點樣唔協調啊？就譬如個女咧，其實唔係好享受做嘅。同埋咧，佢覺得個男方咧冇去 take care 佢，但係冇講啊。咁個男方咧就中意做啦嘛，喺做嘅過程當中享受咪得咯咁樣，佢冇去理女方嘅感受啊。咁喺呢個狀態裏邊咧，解讀嗰個藍圖上面啦，原來咧就係事前咧冇做前戲。咩叫前戲啊？就係讓對方嘅身體舒服落嚟先，放鬆落嚟先。暢通先，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核心嘅狀態底下咧，會更加流暢同埋享受嘅咁樣。如果冇呢一個嘅前戲咧，對方都繃緊嘅時候咧，你再互相去進入大家嗰個嘅陰莖同埋呢一個嘅陰道嘅互相喺度摩擦嘅時候咧，如果個陰道唔夠放鬆咧，其實個女方咧係好唔舒服嘅，同時間好唔享受嚇。咁喺嗰個位置裏邊咧，可能有機會有磨損啦。OK，咁而男方都冇去覺察呢樣嘢嘅時候咧，冇去理解女方嘅感受嘅時候咧，就係為咗自己嘅享受咧，咁其實咧係得唔到滿足。同時間咧，如果呢一個狀態做得唔好嘅話咧，就影響到女方喺性愛裏邊有情緒咧，擺咗佢嘅心度，擺咗佢嘅身體度咧，就成日對男方有批評、有唔妥或者係有睇唔順眼嘅狀態。又或者係覺得男方虧欠咗佢，要喺佢嘅日常生活中去補救翻呢一個關係。咁喺呢個狀態裏邊咧，就分享咗原來講翻俾個男方聽，對方根本就唔舒服，甚至乎冇被滋養到，冇享受過，越做就越唔開心，越做就越反射翻俾男方佢唔妥佢。但唔知點解嘅喎，總係想係批評佢某啲事件做得唔好啊，或者係冇自信，都會有情緒嘅。咁呢啲情緒原來係嚟自於性愛唔滿足，或者性愛達唔到協調，唔舒服嘅狀態。一個嘅性愛嘅質素啊，其實會影響緊你哋大家日常嘅關係、日常嘅溝通、日常嘅表達唔同嘅睇法嘅喎嚇。原來事件唔可以還事件，唔可以話性愛還性愛，工作還工作，關係還關係，食飯還食飯，或者係大家互相溝通還溝通。原來係唔可以分拆嘅嗱，因為你每個人嘅心得一個，同時間咧就係個心理一個範圍咁樣。咁所以某個範圍影響咗個心理嘅時候，嗰個心態啦，嗰個嘅身體咧，都會影響緊其他嘅日常生活上面嘅反應嘅喎，因為影響緊情緒。咁所以咧，其實性愛咧達到一個滿足咧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喺課堂裏邊咧就分享咗點樣喺前戲裏邊做得好啲啊，咁樣就係去摸大家嘅敏感地帶啦。因為你一摸對方嘅敏感地帶嘅時候咧，其實就識得放鬆嘅。咁呢個係前戲要做到大家可以舒服舒緩嘅狀態。咁所以咧，你首先第一部分要去摸你自己嘅敏感地帶，同時間去摸到對方嘅敏感地帶，自己又可以放鬆啦，對方又可以放鬆。敏感地帶喺邊度咧？敏感地帶咧，原來咧係唔一定喺你嘅性器官度㗎。有個同修佢講就係佢試過摸佢自己好多唔同嘅敏感地帶，但係點解都揾唔到嘅咧？咁原來喺雙眼度喎，咁樣睇到有啲咧嘅同修咧，原來喺個脊椎後部啦，有啲同修咧就喺個鎖骨度，有啲同修咧就喺個肚度，有啲同修咧就喺個性器官度。咁每一個嘅位置都唔同嘅，咁樣摸嘅時候咧，唔可以夾硬摸嘅喎，要好似一個溫度熱度咁樣啦去摸嘅。咁好啦，你想知道點摸係咪？
好想知咧。嗱咁咧，下一段片啦就會有一個解鎖嘅進程啦，你可以觀看下一段片。咁你能夠解鎖，你就可以睇到噶啦，去教你點樣可以更加舒服、更加自在去摸對方嘅敏感地帶。就算咧唔知道都好啦，摸唔到都好啦，有啲咩技巧亦都可以令到對方全身放鬆。全身放鬆先會增加呢個性愛嘅質素，大家都舒暢。咁舒暢嘅時候，你自然就有舒暢嘅感受，有舒暢嘅感受，自然就唔會有鬱結，係嘛？咁有舒暢嘅感受嘅時候，當你做嘢啊，大家互相溝通啊，都舒暢。咁喺個狀態裏邊更加如魚得水啊，更加滋養啊，生命。大家互相嘅關係更加流暢，更加越嚟越邁向靈魂伴侶、神聖伴侶嘅關係，有一個更深入嘅心靈溝通。咁同時間更加互相去尊重大家、照顧大家、關懷大家，亦都避免咗精神出軌啊、肉體出軌啊。OK， 去揾另一個再去感受啊，咁樣等等呢啲部分。咁喺呢個狀態，你都增加咗你對關係嘅自信心啦，你對關係經營上面愛啦，同埋一個嘅努力啦，喺呢個位置裏邊都可以減低咗你嘅費勁，咁令到你可以喺個關係裏邊更加輕鬆不費勁，可以維繫到，好嘛？化解咗之後啦，佢哋睇到佢自己敏感地帶啦，大家互相去支持大家啦，互相去 soft 大家啦，性愛質素係得到提升嘅。同時間享受嘅，同時間佢哋嘅關係已經冇咁多投射同埋情緒，咁大家喺關係裏邊都得到滋養，大家個生活咧上面咧更加協調啦咁樣。仲有另一個嘅同修啦，佢哋咧做足翻個前戲啦，同埋令到大家暢通嘅時候咧，佢個面色都紅潤咗，氣血活絡咗。因為點解？因為暢通咗咯，喺嗰個嘅做愛過程真係做愛啦，而唔係為做而做咯，為自己嘅慾望去做咯，而係為愛而去做，去舒服對方，去關懷對方，去令到對方舒暢先至做愛咁樣嚇，大家都會更加氣血活絡啦，更加呢一個嘅心靈富足啦，咁所以對你身體都係一個好好嘅滋養嚟嘅。既然我講到呢一度啦，你係咪想知咧呢一個點樣可以覺察到你自己嘅敏感部位有一種好輕鬆嘅前戲做咗，你會更加到舒暢？大家會更加 enjoy 享受呢個性愛嘅旅程，令到你嘅親密關係更加增添一份嘅滋養和諧，再進而喺你哋嘅日常生活裏邊，大家互相去支持，互相去感受到幸福滿滿嘅狀態。咁你留低呢個 feedback，你好想知 ，OK， 好想知。咁而家咧就去登入呢一個嘅會員區啦，咁去解鎖呢段片啦。咁喺會員區咧會有更加多影片咧係專貨呢一個嘅會員嘅，體驗到你哋嘅舒服舒暢嘅親密關係，咁咧去成就你哋嘅幸福豐盛嘅旅程。覺得好正嘅時候咧，記得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啦。下集再見。如果你鍾意呢條片，歡迎 like、comment、share， 同時間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新出嘅影片啦。下次見。